我啱啱睇完2026年施政報告嘅建議，老實講，成份嘢好似屋企群組入邊個個親戚飲大咗之後嘅語音訊息咁。首先，自由黨話要派慶回歸電子消費券，滿300蚊減100蚊。阿哥，呢個唔係慶祝回歸，呢個係 HKTV Mall 優惠碼。恭喜回歸30週年，送你張茶餐廳 coupon， 冇嘢比買3送1更加有民族自豪感㗎啦。你慶祝結婚週年，會唔會送張麥當勞券俾老婆？唔使答喎。跟住民建聯話重推租置計劃，樓齡超過20年嘅單位100萬就買到，100萬買層20幾年嘅公屋。老友，呢個唔係買樓，呢個係領養。嗰層樓嘅裂痕多過我嘅感情經歷。你買翻嚟第一件事唔係裝修，係驗屍、驗樓師。佢哋仲話80%居民想買翻自己間屋喎。係啊，同埋10成去食自助餐嘅人都話我今日食少啲㗎啦。講就天下無敵。你話80%居民話想買，講就梗係想啦。邊個唔想？但係真係攞100萬出嚟買層甩皮甩骨嘅20年公屋，到時睇下有冇白食。100%去食自助餐嘅人坐低之前都會講我今日食少啲㗎啦。但係結果呢，個個食到飽過頭，行都行唔到嘅。工聯會就提議搞個大廈維修管理局，即係政府親自落場搞招標，因為啲承辦商不停圍標，所以你對付貪污嘅方法呢，係加多一層政府。呢個就好似你隻雞俾狐狸偷咗，你嘅解決方案係請多隻狐狸翻嚟做保安，仲要掛埋委任證。重點嚟啦，工聯會仲要搞個工作間猝死援助基金。我冇作㗎，你喺 office 做下嘢死咗，政府寫張支票俾你屋企人。香港全世界唯一一個城市 work-life balance 嘅意思係你做到死先至 balance 到。全球每年84萬人死於職場相關疾病，香港就話我哋救唔到你，但我哋寫到支票，好勵志啊！真係你個墓碑可以刻住佢日日 OT 到去咗另一個世界。新民黨就話要搞航天經濟統籌辦公室，航天喎，太空經濟喎，老友記。你連將軍澳去港島都搞唔掂，你同我講太空？你塞喺將軍澳隧道入邊嗰陣，望住個天窗，唔好意思，嗰個唔係太空，嗰個只係你遲到嘅焦慮。佢哋仲要起第4條海底隧道，因為而家3條呢幾乎飽和，3條隧道800萬人照樣塞到癲。香港唔係交通問題，香港係俄羅斯方塊問題，每條路都塞到實晒，冇位擺㗎啦。然後有人話將新生嬰兒獎金加到3萬蚊，3萬蚊一個。以呢個價錢生仔唔係家庭計劃，係副業嚟嘅。老婆，而家個股市跌緊，不如我哋生對孖胎對沖下，生仔生到好似揸 Uber 咁，做多啲賺多啲。仲有人提議用強積金做醫療儲蓄，用你嘅退休金睇醫生，即係你退唔到休又睇唔起醫生，不如將兩樣慘嘢合併成一個賬戶，慘得更有效率。呢個係咩概念？即係你嘅棺材本最後真係用嚟買棺材。多謝晒，1蚊都冇晒。C15+就話重推2500蚊學生津貼免入息審查喎，唔使審查喎，即係李嘉誠個孫都攞到2500蚊，佢攞嚟做咩？買支萬寶龍筆嘅筆蓋。呢個唔係扶貧政策，呢個係全班派利是。阿哥，你知唔知維園朝早6點嗰班跳舞嘅大媽係咩級數？你拆佢哋個牆試下，嗰班大媽捱過沙士，捱過 Covid， 捱過港鐵加價。你惹佢哋，佢哋會用太極嘅力量將你推落維多利亞港。你以為你係霍啟剛就大晒？喺維園，大媽先至係話事人。工聯會話要將長者醫療券擴展到福建同埋海南，即係阿嫲唔淨止可以去深圳睇醫生，仲可以去海口。照呢個速度，長者醫療券嘅 coverage 好快大過我嘅電話 plan。阿嫲嘅醫療券周圍飛，我連去澳門嘅船飛都買唔起。工聯會話要將長者醫療券擴展到福建同埋海南，即係阿嫲唔淨止可以去深圳睇醫生，仲可以去海口。照呢個速度，長者醫療券嘅 coverage 好快大過我嘅電話 plan。阿嫲嘅醫療券周圍飛，我連去澳門嘅船飛都買唔起。最後有人提議累進式子女免稅額，生得越多扣得越多，即係香港嘅稅務政策而家變咗忠實顧客計劃。恭喜你生咗第3個，你已經升級做白金會員，免稅額加20%。
哇！香港終於揾到新嘅經濟模式啦！你唔使創業，唔使炒股，你生仔就得㗎啦。生第一個扣少少，生第二個扣多啲，生第三個政府基本上請你食飯。照呢個邏輯，生到第6個應該係稅局倒貼錢俾你，到時唔係你交稅，係稅局交仔女俾你養。2026年嘅施政報告130項建議，96個提議，9大範疇，最後仲係冇人知點樣令啲人供得起樓，但係至少我哋可能有 coupon。